没问题，讲那部客栈，侬客栈方面话，汉语名单当中侬客栈方面话，面话是客栈。那那部许多年是讲标酒许多，是讲标酒许多农满站，是讲。标酒许多。许多农满站，农满站，农满站，检查，海螺江河带，检查，海螺。海螺江河带，海螺江河带，是个标酒许多。农满站，检查，检查，海螺，海螺江河带。检查，是讲如果衣服标酒就是房主，标就是房子，保就是房子，标酒许多晓得龙门站天晚的时候，龙门站加检查外贼，海螺江河道。江河的时候带着来，是讲标酒许多龙门站在检查海螺江河带，就是外贼什么时候来？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，悲呀哈，悲呀哈，我们与歌组，人民大团结，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。北子老岗北落北啊。